請各位記得俾 like、share 同埋訂閱，係免費㗎，只要撳埋個鐘仔，有新片嘅時候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。早前新聞報導，中環以蘇炸鯪魚球著名嘅羅富記同連鎖式海皇粥店結業，引起咗好多嘆息，喚起咗大眾對粥嘅美好回憶。細個嗰陣食早餐，多數都係大排檔嘅白粥、油條加腸粉，只要2毫啫，就已經食到相當飽啦。如果零用錢夠，就可以食及第粥、碎藕粥、艇仔粥或者魚片粥。而家諗起嚟，仍然忍唔住流口水啊！身在此山045白粥、雞粥、愛心粥。比如出嚟工作之後，先有能力去羅富記食蘇炸鯪魚球，佢嘅粥當然好正啦，而鯪魚球更係一絕，炸到又香又脆咁拎上嚟，飲啲鹹香蜆芥，哇，真係齒頰留香。不過最深印象仲係嗰啲伙計，佢哋唔使手寫落單同埋單，而係好似唱歌咁，此起彼落大聲嗌，2個擺尾，即係2客魚片粥，出嚟拿住，即係收5蚊，直頭係另類表演啊！有段時間住喺佐敦道民英樓一帶，嗰度有個淨係做夜市嘅粥檔，耐不耐心思思就去幫襯佢嘅滑雞粥，有時豪啲就叫雞髀粥，嗰啲雞肉鮮甜嫩滑，到而家都仲記得清清楚楚。所以唔淨係練武之人先至食夜粥，好多人都中意食粥當宵夜，貪佢唔會太過飽。仲有何文田愛民村冬菇亭嘅愛心粥亦非常出名。初搬到嗰區，有人話俾碧如聽有間粥檔免費請長者食粥，佢唔信，一口咬定話梗係噱頭。後嚟親自去幫襯，發覺真有其事，只要出示長者卡就唔使俾錢。嗰時碧如未夠資格，所以未試過享受優待，不過真心佩服老闆嘅慷慨。再後來經過傳媒報道，多咗人知道，當時唔少食客食完粥放低500蚊表示支持，呢種互動嘅愛心善行感動咗唔少人。可惜負責管理嘅領展一切以商業利益為先，喺續約問題上諸多留難，令到老闆意興闌珊，最後唯有結業收場。愛心粥檔嘅食物真材實料，相當好食，咁樣結業真係可惜。廣東人食粥講究粥底綿滑，同潮州打冷或者北方嘅稀飯完全唔同。天冷嘅時候食翻碗熱辣辣嘅粥，配翻條鬆軟嘅油炸鬼、牛脷酥或者鹹煎餅，真係食到舐舐脷。